有同志团体今仔发表同婚合法4周年的民调哦，支持同婚的比例将近60%，是4党内上悬，有超过70%支持同志会当领养囡仔。也毋过哦，这社会对同志友善都有支持度有淡薄仔减少。同性婚姻合法化伫要满4年，同志团体彩虹平权大平台今仔日举行同婚4周年民调发布记者会。唯一正成中的下国同婚支持的比例有到要60%，是4年来上悬的。不过家长敢会当接受家己的囡仔是同志，也是一个难题。有调查发现讲，最近3年的接受度拢伫5%至6%之间，今年比去年较少。反对性别教育的人嘛有增加。自己的小孩是同志这件事情，其实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难题哦。但相较于其他身边的人哦，像是老师啊、上司啊、同事、同学，友善度维持在6成到7成哦，这几年间都是有稳定的成长。社会的进展其实并不是一直线的，一直往前进的哦。事实上，它也需要不断的去推动跟去倡议，那才有可能去让我们继续往前迈进。另外，今年整体友善甲支持度有小可降低。不过无表态的人减少，加上反对甲无支持的比率也悬，整体结果变甲较无友善。这可能会让同志公开家己的性倾向甲性别认同的意愿降低。在性平教育的教育现场是观察到说，整体来说，现在的学生对于同志的了解程度有比较提高一点点，然后比较觉得这没有什么，然后同志学生也比较敢在班上出轨。对性别议题的歧视，它背后要做价值的翻转，可能就不是只是单纯的传授讲授课程的形式有办法达到价值翻转的可能，它很需要带动学生有更多的自我觉察跟省思。为了让大众更加认识性别平等甲同婚的议题，彩虹平权大平台会伫明仔载20举行座谈会，希望透过人权工作者、社工甲老师等人的分享，嘛请关心这个议题的民众会当去现场做伙交流。记者综合报道。